自后2026年8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大巴尼事件的圣书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何西阿书第9章第19、1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何西阿书第9章。以色列啊，毋通亲像外族人欢喜庆祝，因为恁惊淫乱离开上帝，伫逐个五穀场收惊淫趁的钱。五穀场甲酒窟袂当养饲恁，所期待的新酒嘛会落空。伊发现袂当搁住伫上主的地，因为倒转去埃及，伫亚述食无清气的物。因袂当搁向上主献奠酒祭，因献的祭袂互伊欢喜。因的祭物亲像互丧家食的物，这人变做无清气。因的食物只有会当互因支记，袂用得摕入去上主的殿。伫所定的节期敬拜上主的日，恁要做甚物？因虽然闪过灾难，嘛会互埃及围困杀害，伫明非斯互人收尸埋葬。因的金银财宝会互杂草砍灭，因住的所在刺皮满世界。着互以色列知，刑罚的日来啦，报应的时到啦。恁的罪重充满怨恨，所以恁讲，先知是戆人，受神感动的是小人。先知受上帝指派做以色列的守望者，伊无论去倒位，拢有道梦地长等，连伫上帝的家都受敌视。以色列彻底腐败，亲像因早前伫基比亚的所做。上帝为记得因的罪，要刑罚因的罪过。上主讲，头一遍我拄着以色列，亲像伫旷野看到葡萄；我拄着恁的列祖，亲像看到头一季初熟的无花果。毋过，因一个到巴力边呢，就开始去拜迄所在可恶的神明，因就变做甲因所爱的神明相款，遐尼通厌恶。伊发现的阳光会亲像鸟飞去，亲像妇人袂受胎、袂怀孕、袂生囝。因若会生，我嘛要互遐个囡仔饲袂大，无留半个。我若放杀因，因就凄惨。我看以色列的囝儿注定着互人对入斩杀。伊发现会带因的囝儿出来交互屠杀者。上主啊，你要互因甚物？着互因流产、年打去。以色列伫结甲做真歹代，我伫遐开始怨恨因，因为因所做的歹，我要对我的家甲因赶出去。我袂搁疼惜因，因的首领嘛拢陪伴我。伊发现受拍倒，因的军打去袂结果子。因若生囝，所生的宝贝仔囝，我嘛要甲刣死。我的上帝一定要甲因气杀，因为因毋听叹伊，因会伫列国中流浪。大巴尼事件的圣书，日本时代的大正4年，就是1915年，
余清芳伫台南的西来庵附基，自称获得新儒，鼓动信众起事抗日，称作西来庵事件，也是噍吧年事件。伫上迄年的8月22日，余清芳伫南西一场宴席中被设局诱捕。这位自称是大明自美国皇帝的人，为着眼前的杯弓交错、贪杯喝酒，踏入别人设下的陷阱，最后受吊死。好声书9章7节描述当时群众批评先知是戆人，是痟的。毋过当刑罚的日子来到，显示群众才是戆人痟的。噍吧年事件中的余清芳狂妄自大，擅长用迷信互人以为伊有神力，煽动群众推翻政府，自立为王。但是当报应的日到，伊却显露愚昧，当去坐点时间，自以为是受敬仰的宗教领袖，殊不知已经成做别人换取赏金的礼物。上帝对狂傲者的审判，往往就是互伊跋倒点伫上有自信的手段顶面。噍吧年事件的悲剧，在于真侪人因为对现实不满，就被自称获得新儒的余清芳瞒骗，以为对伊起事抗日就通改变现况。结果有人因为消息走漏被逮捕，也有人因为仓促起事牺牲，阁有真侪砖头因为暗号起事者就被统治者报复屠窜。根据台湾总督府统计，有1957人因为这个事件被捕，被判处死刑者，除了余清芳以外，也有868人。人数之多，毋但震惊日本国内，也惊动国际。1915年11月，台湾总督才以大政天皇即位的理由，特赦其中3/4的死刑犯为无期徒刑。噍吧年事件影响之大，互台湾人逐渐放弃武装抗日，转而进行文化与社会的政治抗争运动。了后，除了1930年的雾社事件，再也无大规模武装抗日行动。发生伫8年前的噍吧年事件，是渴求获得拯救、脱离痛苦的平民悟性神棍的悲剧。伫国家社会动荡的时代，受苦受难的往往是无辜卑微的性命。当年遐个人只是伫赋税沉重、土地被夺的绝望中，试图掠条一支救命稻草，无拍算这支稻草却是虚假。当统治者展开报复，报应竟落点这阵上无助的人身上。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更较值得思考的是，面对残酷政权的时，总有狂妄自大的假先知登高一呼，带予受苦的人民一丝仔得救的希望。总是军队假先知的结果，却是更加绝望，甚至丧失性命。事实上，真正的拯救从来毋是建立伫白贼与狂傲之上，反倒是建立伫对生命的怜悯与对真理的敬畏中间。但愿伫国家动荡、社会不安的处境中，咱拢会当慎思明辨，
袂随从假先知妄自尊大，白贼起舞。日想，我捌军队安怎的宗教领袖，伊号召的诉求是甚物？最后我安怎看清事实背后的真相呢？我捌军队过安怎的宗教领袖，伊号召的诉求是甚物？最后我安怎看清事情背后的真相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保守我远离狂傲与虚妄，伫动荡中人民人，伫黑暗中找求真理，互我的生命成做祝福，较毋是别人痛苦的来源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